果你年过60，有4种起司是你必须摄取的，但也有4种起司是你绝对不能碰的。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超过85%的60岁以上成年人每周至少会吃2次起司。然而，几乎每位长辈在超市的起司货架前都会犯下一个可能危及生命的错误。解决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将近99%的长辈都不知道，他们所吃下的某些起司可能会在无形中让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4倍，而选对起司则能将死亡几率降低40%。这是不是很令人震惊？虽然超市的起司区看起来无害，但实际上隐藏的秘密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多。在这段内容中，我们将揭晓，如果您年过60，哪4种起司必须加入您的饮食清单，以及哪4种应该永久避免。最糟糕的是，您这周可能已经吃过的那种起司，甚至可能在您没多想的情况下，将中风险惊人地提高80%。这些绝非道听途说，大多数人很少听到这些冷酷的科学事实。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来自哪里、您的年龄，以及您通常食用哪种起司。在我们开始之前，请记得按赞并订阅我们的健康频道，以获取更多这类的健康资讯。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所有的留言。如果您现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如果这段影片让您产生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也请在留言中提到您所在的城市，让我们知道您是在哪里收看。我们很高兴能听到您的声音。好的，我们开始吧。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倒数，先讨论那些对您的健康最有益的起司。第4名，俗称高达起司，阿杰高达。容我解释为什么俗称高达起司不仅美味，更是一种超级食物。经过至少18个月的熟成，一种神秘的分子转化过程会将高达起司从普通的乳制品转变成营养宝库。与新鲜起司中的蛋白质不同，熟成起司中的蛋白质会分解成更小、更容易消化的分子，称为胜肽。您的身体可以更轻易地吸收它们。这点特别重要，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消化系统分解复杂蛋白质的效率会变差。更有趣的是，熟成高达起司中含有一种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维生素氦，它有可能真的能救您一命。熟成高达起司中的维生素氦就像体内的钙质交通指挥官，氦会将钙质运送到骨骼中的正确位置，而不是让钙质堆积在动脉中，导致有害的斑块积聚。根据日本的研究显示，摄取较多氦的人骨骼更强健，动脉钙化的情况也减少了50%。仅仅1盎司的熟成高达起司就含有约75微克的氦，这比大多数人一周摄取的量还要多。此外，这种起司含有高浓度的共轭亚麻油酸克拉，这是一种脂肪酸。研究显示，它有助于降低体脂、增强免疫力，甚至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由于熟成过程去除了大部分的乳糖，熟成高达起司特别独特，非常适合那些平常无法耐受乳制品的人。随着熟成而生长的好菌还会产生后生元 （postbiotics）， 这类似于益生元和益生菌的结合体，能透过肠脑轴影响健康。这些后生元能促进肠道健康，降低发炎反应，甚至可能改善情绪。在室温下时用熟成高达起司，而非冷时，可以增强其益处，因为这能让复杂的风味释放出来，并增加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为了达到最佳的肠道健康效果，建议食用1到
1.5盎司，并搭配苹果切片或全谷物丙醛，只能提供益生元来辅助起司中的后生元。第3名来自意大利的正宗帕米吉阿诺雷吉阿诺起司 （Parmigiano Reggiano） 即正宗帕马森前酪。它不仅仅是起司，基本上就是一种吃起来美味无比的可食用综合维他命。请注意，这不是指一般超市里常见的绿色罐装起司粉，那通常充满了防腐剂和纤维素。正宗的帕米吉阿诺雷吉阿诺是使用近900年来未曾改变的技术制成，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营养成分，仅仅1盎司就含有约10克的蛋白质。但惊人的是，这蛋白质的品质。由于长达32个月的熟成过程，这些蛋白质几乎已经被预先消化了，所以即使是肠胃敏感的人，通常也能毫无问题的食用。帕米吉阿诺雷吉阿诺含有惊人的钙含量，每盎司约330毫克，比一杯牛奶还多。然而与牛奶不同的是，这种起司的钙质搭配了完美的磷镁比例，能达到最大的吸收率。根据意大利的研究，来自帕米吉阿诺雷吉阿诺的钙质生物利用率几乎达到100%，而钙补充剂的吸收率仅约30%。这种起司是一种完全蛋白质来源，其品质与肉类相当，因为它含有所有9种必须按计算且比例恰当。这些营养素经过熟成浓缩程度令营养学家惊叹。这里有个有趣的点，帕米吉阿诺雷吉阿诺中发现的一种名为酪蛋白吗啡肽 casomorphin 的天然物质具有减轻焦虑和改善睡眠品质的潜力。它还富含酪氨酸，这是大脑制造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所需的一种氨基酸，能让您保持专注和清醒。经过长时间的熟成程序，这种起司天然不含乳糖，并含有能通过胃酸并在肠道定植的健康细菌。为了保持帕米吉阿诺雷吉阿诺的结晶结构，建议用刀将其切成小块，而不是磨碎。像意大利人一样，在饭后食用它，搭配几滴陈年巴萨米克醋，可以改善矿物质吸收，约1盎司的分量，有助于消化，并提供理想的蛋白质补充，而不会造成身体负担。第2名，草饲生乳切达起司 （Raw Grass Fed）。切达，在您对生乳这个词感到担忧之前，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当熟成的草饲生乳切达起司是您可以食用的最健康食品之一。当切达起司使用生乳制作，并依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熟成至少60天时，任何潜在的有害细菌都会被去除，而有益的酵素和细菌则被保留下来。这些酵素有助于起司的消化和营养吸收，但在巴氏杀菌过程中会被消除。草饲生乳切达起司的共轭亚麻油酸可亚含量高达一般切达起司的5倍，且Omega-3脂肪酸含量也高得多，是一种强效的抗发炎食物，能在细胞层面对抗疾病。草饲生乳切达起司的营养清单读起来就像药局的货架清单一样丰富。它富含视黄醇，这是维生素 A 最易吸收的形式，能增强免疫系统和视力。鉴于许多人缺乏这种必需成分，其高含量的维生素 D 非常重要。但真正了不起的是，草饲生乳切达起司中含有 MK4，这是促进骨骼健康和避免动脉钙化最有效的维生素 K2 形式。起司中还含有高浓度的大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这些抗氧化剂能保护您的细胞免受氧化损伤。草饲生乳切达起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益生菌含量与巴氏杀菌起司不同，生乳切达起司含有数十种好菌，透过肠脑轴协助免疫、消化，甚至可能改善心理健康。这些益生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盐，能支持结肠内B细胞，并在全身发挥强大的抗发炎作用。切勿将草饲生乳切达起司加热超过摄氏49度，华氏120度，因为这会破坏健康的益生菌和酵素。相反地，在食用前等待20到30分钟，让它回到室温。为了让它成为益生菌的超级食物，可以搭配酸黄瓜或者是酸菜等发酵食物。为了获得最大益处而不摄取过多饱和脂肪，请将分量控制在1.5到2盎司之间。第一名，瑞士格瑞尔起司 （Swiss Gruyere）。为什么真正的瑞士格瑞尔起司能在我们的名单上夺冠？因为在所有起司中，它提供了最全面的健康优势、消化率和营养价值。制作正宗的瑞士格瑞尔起司必须使用在高山草甸放牧的牛所生产的生乳，这造就了一种具有独特营养成分的起司。科学家们目前正发现其对抗衰老的益处。格瑞尔起司中的丙酸杆菌会产生丙酸，研究显示这种物质能降低胆固醇，减少发炎，甚至有助于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造成瑞士起司独特孔洞的微生物，同时也产生了比几乎任何其他食物都多的维生素。12. 在所有起司中，格瑞尔起司拥有最多的谷胱甘肽前驱物，这些物质有助于人体制造抗氧化之母谷胱甘肽。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尽管谷胱甘肽在排毒、免疫系统功能和细胞保护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但我们体内的自然产量却会下降。格瑞尔起司独特的氨基酸组成，特别是高含量的半胱氨酸和甘氨酸，能自然增加谷胱甘肽的产量。这种起司还含有丰富的磷、锌和硒，这些营养素有助于甲状腺、免疫和骨骼健康。格瑞尔起司之所以对健康如此独特，在于其惊人的蛋白质效率。经过至少12个月的熟成过程，蛋白质被分解成二肽和三肽，您的身体无需额外处理，即可直接吸收。这意味着您可以获得蛋白质修复组织和肌肉生长的所有好处，而不会对消化系统造成过度负担。根据瑞士的研究，经常食用格瑞尔起司的老年人，比从其他来源摄取蛋白质的人更有效地维持了肌肉量。这种起司是少数适量食用对心血管健康真正有益的起司之一，因为它还含有被称为乳胜肽的物质，已被证实能自然降低血压。为了获得最佳健康效应，将其慢慢融化在温汤中，不要煮沸，或搭配全麦面包食用，能让其应 B 群维生素和谷胱甘肽前驱物的生物利用率更高。以上这4种是最健康的起司。现在让我们揭开起司或架上邪恶的一面。如果您珍视您的未来、您的记忆力和您的心脏，有4种起司您绝对不应该让它们靠近您的餐盘。第4名，加工起司片 （Processed Cheese） is Anton。尽管那些独立包装的起司片很方便，但它们与真正的起司相去甚远。虽然法律上将其归类为乳制品，这些人造的噩梦中，只有不到一半是真正的起司。
其余部分是由磷酸钠、人工色素、防腐剂和乳化剂组成的混合物，对您的健康有害。2片起司片就可能含有近600毫克的钠，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4，外加磷酸钠，这比普通盐更危险。根据研究，这种类型的钠与肾脏损害、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加速老化有关。已证实加工起司片中的乳化剂，特别是聚山梨醇酯80和缩甲基纤维素，会改变肠道菌群并增加肠道通透性。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肠漏症。这与从自体免疫疾病到心理健康问题等各种疾病有关，并可能引起全身发炎。此外，这些起司中发现的人工色素，如黄色6号和黄色5号，与过动症、过敏反应，甚至可能与癌症有关。山梨酸和钠他霉素这2种赋予这些产品异常长保存期限的防腐剂，会随住时间在体内累积并破坏良好的肠道菌群。加工起司片特别有害，因为尽管它们经常被宣传为蛋白质和钙的健康来源，但由于加工技术的原因，这些营养素的形式很难被吸收。高温和化学处理破坏了任何有益的酵素，也改变了蛋白质的结构，使其更难被身体利用。因为法规允许每份含量低于0.5克的成分可以无条件摄取，所以即使标签上标示0克，这些产品仍可能含有反式脂肪。经常食用加工起司片与坏胆固醇水平升高、代谢症候群风险和发炎指数增加有关。第3名，罐装起司抹酱 cheese。你应该对那些在开封前不需要冷藏的常温起司抹酱保持高度疑虑。这些产品只是挂名的起司，它们通常含有的化学物质、油脂和修饰淀粉比真正的乳制品还多。为了使其可涂抹并能保存数月甚至数年，加工过程破坏了起司的营养成分，并添加了许多有害物质。大多数起司抹酱中包含的部分氢化油是人造反式脂肪的来源。反式脂肪与心脏病的关联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国家已经完全禁止使用。初步研究显示，即使是标榜无反式脂肪的版本，也经常含有同样危险的胶质化脂肪。起司抹酱的钠浓度高得惊人，2汤匙的分量通常含有超过500毫克的钠，而大多数人吃的量远多于此。除了盐之外，这种钠还存在于各种钠基增味剂和防腐剂中，这会增加肾脏负担、升高血压并引起体液滞留。在天然香料或酵母萃取物的伪装下，许多抹酱还含有味精、MSG 或其他相关的富氨酸盐化合物，可能会导致敏感人群出现头痛、心悸和其他症状。从过敏反应到潜在的神经毒性，用于使这些产品尝起来和看起来像起司的人工色素和香料，已与许多健康问题连结在一起。最令人担忧的可能是邻苯2甲酸酯塑化剂的存在，这是一种会干扰荷尔蒙的物质，会从塑胶包装渗入起司抹酱中。生殖问题、代谢疾病和某些类型的癌症都与这些物质有关。起司抹酱是由坏脂肪、过量的钠化学添加物和潜在的荷尔蒙干扰物组成的有毒混合物，毫无营养价值，并可能严重损害您的健康。研究显示，经常摄取起司抹酱等加工起司产品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的发病率增加有关。第2名，袋装预先刨丝起司 shredded cheese， 这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但预先刨丝起司是您可以选择的最糟糕选项之一。这与懒惰无关，而是与它们用来防止起司丝结块的成分有关。
高达产品重量4%的成分可能是抗结块剂，通常是马铃薯淀粉、木浆或纤维素。虽然纤维素本身无害，但它完全无法消化，可能会导致消化问题，特别是对肠胃敏感或患有肠燥症的人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化学物质会包裹起司颗粒，阻碍正常融化并干扰营养吸收。许多预先刨丝起司还含有纳塔霉素，这是一种用于阻止霉菌生长的抗真菌物质。虽然适量使用纳塔霉素被认为是安全的，但经常使用这种抗生素可能会改变您的肠道菌群。这特别令人烦恼，因为从心理健康到免疫功能的一切都依赖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与您购买的块状起司相比，用于预先刨丝产品的起司通常品质最低，且含有较高水平的荷尔蒙和抗生素。由于刨丝增加了表面积，快速氧化也会破坏健康的营养成分，并产生有毒化学物质。这是业者不会宣传的事实，因为预先刨丝起司经过加工且储存时间较长，它通常比块状起司含有更高的组织胺。在敏感人群中，组织胺会引起焦虑、皮肤问题、消化障碍和头痛。已经发布了许多关于受大肠杆菌霍里斯特菌污染的预先刨丝起司的重大召回事件。电力因素也带来了更高的污染风险，因为刨丝过程制造了更多细菌生长的机会。考虑到其营养成分降低、额外的化学物质污染的可能性以及较差的风味和融化品质，购买预先刨丝起司基本上就是花更多的钱买劣质甚至可能有害的产品。第一名，蓝纹起司 Blue Cheese。洛克福青霉菌是一种在起司制作过程中可抑制入的霉菌，赋予蓝纹起司独特的风味和外观。大多数人不知道蓝纹起司含有极高量的酪胺，这种物质虽然对许多人无害，但可能会导致剧烈头痛，并使易感人群的血压危险地升高。如果您正在服用治疗忧郁症或帕金森氏症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inhibitors， 食用蓝纹起司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危象，直接把您送进急诊室。虽然蓝纹起司中的霉菌产生的霉菌毒素量通常被认为偶尔食用是安全的，但经常摄取这些毒素可能会在体内类疾病导致问题。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对这些霉菌成分敏感，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关节疼痛和消化问题等症状，却从未将其归因于他们对蓝纹起司的嗜好。这种起司中极其丰富的组织胺会导致组织胺不耐受者出现从焦虑、失眠到前麻疹和头痛等各种症状。对于1%到3%具有组织胺敏感性的人来说，蓝纹起司特别危险，因为研究显示其组织胺含量高达大多数其他熟成起司的10倍。蓝纹起司的问题还在于其盐分浓度和饱和脂肪类型。由于其强烈的风味，人们往往会比温和的起司吃得更多。以洋丝就可能含有近400毫克的盐。与其他饱和脂肪相比，蓝纹起司中特别丰富的棕榈酸已被发现更具发炎性，且对心血管健康有害。因为蓝纹起司是所有起司中热量密度最高的之一，所以很容易吃过量。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蓝纹起司强烈的风味可以掩盖它何时变质的，而食用变质的蓝纹起司会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高含量的酪胺、组织胺、发炎性脂质、过多的钠以及潜在的霉菌毒素暴露，使得蓝纹起司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选择。相对于风险而言，其营养优势微乎其微。以上就是4种能帮助您保持强壮、长寿、强化心脏和智力的起司，以及4种可能会从内部悄悄损害您健康的起司。当您年过60，
在起司柜台做出正确的决定，可能意味着避免一辈子不必要的健康风险，并影响健康自主的未来。既然科学证据确凿，您现在知道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您的助力而非阻力。我们现在想听听您的意见。即使在了解了这些事实之后，有哪一种起司是您根本无法放弃的？您是否曾吃过某种起司并观察到您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们很乐意听到您的想法和经验，所以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请告诉我您今天来自哪里。在我们结束之前，请随时提出您可能有的任何问题，并在下方留言。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乐龄健康的任何顶级健康建议。我想知道，如果您现在正在观看，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如果这段影片让您产生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